聯繫匯率一個好重要嘅金融產品或者機制，保證咗咧1美金點都可以兌換大約喺7.8好少零頭底下浮動嘅港幣，隨時要換翻做美元嘅時候都係以呢一個嘅匯率咧進行兌換。咁個好處就係有效地令到大量嘅美元計價嘅資產啦、美金嘅資本啦，或者任何嘅美元債券咧，佢都可以咧順利流入嚟香港，而無需要面對咧匯率嘅風險。例如佢流入嚟嘅時候，1蚊對7.8，假設冇聯繫匯率，當佢要走啦，佢落翻7個8嚟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嗰個地方政府話貶值，咁而家咧就唔係7個8，係要15個6，咁即係話佢攞翻嚟換7個8嚟嘅時候咧，到期時佢只係攞翻0.5美元走，喺咁嘅情況底下，等於被充公咗一半。於是乎咧，就出現咗呢一個叫金融嘅風險。聯繫匯率咧就令到咧呢一個進入嚟嘅美元資產計價嘅美元貨幣啊等等咧，係無需要面對咧呢一個貨幣貶值嘅風險。佢嘅好處係喺工業嘅年代，因為好多採購嘅商品或者零部件啊、產品啊呢啲咧，佢零件呢啲咧都係需要咧用人民幣結算。人民幣結算咧，佢只係一部分，因為當年主要嘅依然係港幣同埋美元。喺咁嘅情況底下，可能2成係人民幣，8成都係用緊美元同埋港元。咁聯繫匯率就好重要啦，因為咧中小企業冇咁多外匯嘅時候咧，佢直接用港幣去購買呢啲嘅零件或者原材料，然之後運上去內地來料加工，然之後再轉出口，工廠亦都避免咗匯率浮動帶嚟嘅價格浮動，亦都可以放心去接單。咁呢一個咧就當年聯繫匯率起到一個好重要穩定香港工業嘅作用。咁嚟到今日嘅時候咧，聯繫匯率依然係好重要嘅一個制度。香港嘅聯繫匯率之所以咁穩定，係因為咧香港政府係以有足夠嘅美元情況底下先去發行港元，亦即係話香港政府計價有5蚊港元嘅美金喺手嘅時候，先至印翻1蚊嘅港元出嘅市場。咁所以咧喺理論上咧係冇可能衝得到嘅，因為攞幾多嚟都兌換得走嘅。咁呢一個特色就係咧喺東南亞國家曾經都模仿到香港呢一個制度，就係佢都盯實美元一個固定匯率，咁入幾多佢出口翻幾多，咁工廠係可以好放心生產，唔需要驚住會有任何風險或者匯率風險，因為原材料買美金，出口要計翻美金。咁呢一個制度咧喺香港行之有效，東南亞國家嘗試採用呢一個，而好可惜，大多數到最後係唔成功嘅。其中一個當然就係佢哋嘅資本並唔係完全用嚟做製造業啦。咁另一個就係咧，佢哋嘅理財真係冇香港咁好，咁咧就冇足夠嘅外匯儲備底下咧，去到維持一個固定嘅利率。所以當其時咧，喺1998年嘅時候咧，當有人大面額去到借貸美元嘅時候咧，突然間利息抽高，於是乎就俾外國啲金融大鱷咧發現咗一樣嘢，好可能東南亞國家裏面咧根本就唔足夠美元儲備，所以嗰個匯率係好鬆弱嘅。於是乎一旦大舉拋售貨幣要去換美元嘅時候咧，就觸發恐慌性嘅拋售，就將佢哋嘅工業基礎咧一次過毀咗佢。就因為咧佢冇好似香港咁5:1呢個比例，咁香港係因為咧有5:1，5蚊面額嘅美元喺手，先至印翻1蚊面額嘅港幣出去流通，所以就令到人哋咧點衝擊唔到。同時咧，呢個聯繫匯率唔單只係靠自己嘅外匯儲備，亦都靠好多地方咧分散晒個風險嘅投資，例如股票市場、樓市、內地嘅北水南下，不斷去買啲大宗嘅商品，同埋咧交易額。呢個交易額咧唔止係零售旅遊呢啲，轉口亦都會產生出大量嘅交易額，係各方面咧一齊支撐住咧呢個聯繫匯率。所以樓市就係一個好典型矛盾嘅地方。樓市太高，好多人買唔到樓，甚至放棄；太低嘅時候咧，又會觸及到
被炒賣作為聯繫匯率衝擊嘅一個理由，或者成為咗恐慌、製造恐慌、令人心不穩嘅理由。因為畢竟金融市場係一個人心嘅市場，聯繫匯率主要嘅都係嚟自人嘅信心，所以樓市就顯得特別嘅重要，去幫手穩定呢個聯繫匯率。咁呢個就係樓市唔可以太低，咁係要買樓咁點算呢？咁就用居屋嘅方法啊，或者綠置居啊呢啲咧，就去解決買樓嘅問題。因為背後緊守住嘅係聯繫匯率呢條底線，就令到咧美元繼續咧流入香港，同時咧以美元為計價或者借貸利率啊呢啲咧，咁香港咧有可能會平少少嘅，所以令到啲外資咧放心嚟香港，因為咧佢哋而家好少嘅浮動咧係可以咧用好少面額嘅匯率浮動咧抵消得到。咁呢啲係都係令到咧金融公司咧係做多咗生意啦，即係做多咗借貸嘅生意。咁所以咧成個嘅聯繫匯率對香港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咧，美元始終係全世界最重要嘅貨幣，單一貨幣之一，一定係美元噶啦，冇第二個可以替代到佢嘅。咁美元計價嘅資產同埋資本到全世界周圍流通緊投資嘅時候咧，香港嘅金融體系就其中一個可以接收，或作為避風港嘅地方，甚至乎作為一個跳板咧投資內地，例如內地企業嚟香港上市，會喺香港咧買賣內地企業嘅股票。咁呢啲咧都係聯繫匯率咧實實在在喺度，先至可以推動到出嚟嘅經濟發展。